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学院的学士护理系的老师，本身是伫一般外科的病房做一段时间诶护理师，即阵伫咱台大教册安尼，进前迄个邢家老师其实有讲过发烧是虾米款的一个情形，有介绍过咱囡仔的发烧是要安怎处理。今仔即个课程，咱希望甲大家介绍讲，伫咧病房内底，阮护理师看一个病人发烧的时阵，阮会经过一个虾米款的过程去甲伊做评估，然后去甲伊做检查安尼。以大人来讲，伊的发烧。一般阮那个病房拢是量，为什么没有办法？一般来讲，阮伫病房内底拢是量鼻孔的温度。照鼻孔的温度来讲，伊就是摄氏37.5的时阵，伊就算发烧啊。以病人发烧的情形来讲，你若超过38度的时阵，就一定爱处理。一般阮超过37.5，阮就会甲医生，还是讲甲迄个专科护理师讲，病人有即个情形安尼。若超过38.5的时阵，阮就会爱注意病人有胃寒无，有屁喘无。若是有安尼的时阵，就爱注意，惊讲伊有一个较严重的感染。若有感染的病人，就爱真细腻，因为若处理无好，即个情形是会死人的，所以。伫咧病房的时阵，若病人超过38.5的时阵，佮屁喘，佮惊寒的时阵，阮都会特别的小心。要甲医生找，要甲医生讲，这病人有发烧的症状之前，阮一定会对病人的一个情形做一寡了解，然后再去报告。无直接去报告的时阵，医生可能会问足侪问题，你若无家己先看过，其实就有可能无法度。马上会使甲这病人做一寡处理，所以要甲医生交代讲，这病人发烧有啥物情形症状，都有一寡评估是需要先做的。这个部分咱都要想，伊内脏有啥物问题无？啥物款的内脏的感染是发生有啥物问题的时阵，可能有一寡镜头。这寡镜头阮都会先问病人有一寡镜头无？所以爱先问啥呢？先问讲，人有清醒无？会头晕袂？会头痛袂？有流鼻水无？会撒鼻袂？还是讲鼻孔痛？还是讲鼻孔叽叽叫？还是听袂清楚？有脑后痛无？伊若有一寡迄个脑部的发炎，还是讲有一寡迄个感冒这部分的，还是讲咱迄个鼻仔、鼻孔这寡部分的感染的时阵，伊可能都有这寡现象。另外就是讲，肺部若有一寡发炎的时阵，伊就有可能会鼻孔杂杂啊，鼻孔会痛啊，还是讲伊会喘啊，还是咳嗽啊。伊若有嗽，就一定爱问有痰无？啥物款色水的痰，或是黄的，还是青的，或者是讲痰内底有血无？过来就是讲，总讲病人若是腹肚内底有一寡感染，是发炎的时阵，咱就爱问看讲，你腹肚会胀袂？腹肚会痛袂？有腰会痛的情形无？还是讲啥物款的痛？是闷闷痛、脚甲痛，还是抽痛？或者是你是胀甲会痛安尼？有排便排尿的情形是安怎？排便有便血无？若排尿的时阵，尿内底有加血无？还是讲查某人有背书来这件代志无？安尼。过来就是讲，另外，咱要去看的时阵，爱先摸、先看、先听。啥物叫做先摸、先看、先听？就是一寡基本的检查爱先做。比如讲，目睭看起来有红红无？有发红无？若有发红无？若有疹无？喙有破无？鼻孔有流汁无？还是讲你讲话的时阵，伊是毋是感冒嗽甲声音嘛迄个无清楚安尼？较沙声安尼。另外就是讲，伊喘气的情形安怎？听起来喘气的声音是安怎？心跳有啥物异常无？比如讲跳有杂音无？还是讲跳有迄个有迄个
就是讲有忽然间较紧，忽然间较慢，即个情形无。吼，另外就是讲病人的腹肚的情形看起来有张无咯，啊，伊的迄个肠仔音听起来紧也是慢，也是讲，或是讲腹肚该拍拍的时阵，腹肚会敢若迄个拍鼓安尼声音无，也是讲伊的肝，也是伊的鼻有肿起来无。吼，啊，另外腹肚饲的时阵会疼袂，啊，若伫咧外口的时阵，我一定会看，口喙有红、有肿、有流脓无。吼，也是讲伊讲流出来色水是毋是正常的？吼，或者讲尿管的时阵，尿管差的，啊，尿管的色水是毋是正常的？尿管的量是毋是正常的？吼，啊，这拢爱看过了后，再去甲医生报告。吼，啊，报告的时阵要讲啥呢？报告的时阵，咱都爱知影讲，哦，啊，甲医生讲这是倒一床，倒一个病人，吼，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？吼，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伊即届来是啥物诊断？吼，伊是啥物病？吼，啊来创啥的？吼，啊即阵头拄仔问过，有头疼无？有啥物症头无？有喘无？有腹肚胀无？吼，还是倒位疼，倒位无爽快？症头爱讲互详细。啊，另外就是讲，你家看身躯的异常，有倒位有异常无？比如讲痰是啥物色，你有看啥物色无？还是你听伊肺部有痰的声是异常的无？还是腹肚听起来肠仔无叮当，还是安怎？这拢爱甲医生讲，还是讲你看来讲有闹啥物异常的色水，还是讲尿管有变色，吼，也是即寡情形啊，总讲。即寡情形拢报告了后，再看医生决定要做啥物。啊，伫咧病房，咱较基本的一个检查，就是大部分啊，若有发烧超过38度，还是38度5以上，阮都有可能爱抽血做检查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爱验小便，啊，过来就是肺部有症头的人，一般来讲拢会去照电工，吼。所以伫咧病房看到一个大人发烧的时阵，大概就是要先确定伊发烧到啥物程度。啊，过来就是咱家问过、家摸过、家看过了后，知影有啥物款的镜头了后，甲医生报告，啊，看医生有要做啥物款的检查，安尼，嘿。啊，今仔的迄个讨论甲报告就是到这为止，啊，毋知大家有啥物迄个想法，还是讲有啥物问题无？